是吧？刚刚是你听到他啊，是我告诉你们在那里的了。哦，在那个地方。对，因为我在这里钓鱼，然后我听到那里扑通扑通水响，我想到那个鱼啊炸水啊，没有听到人的声音。这个挣扎的这种哦，挣扎的是。的那个呢，那挣扎了应该有1分钟了。我正准备去看嘞，还没走到这个地方。结果后面听到那个有个女的就在喊，她说叔叔叔叔，她说你看到个女孩子没有？我说那我就没留意了。然后我走到那里去看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双鞋，她说有人自杀了。后面那个警察来了啦，然后在树底下就找到他的手机了啦。换个地方，换个角度。这个什么派出所这边？星河派出所啊？登记了。详细身份信息。发给我了。好，不归我们那个负责了。啊，他那个手机在这个柳树下面，柳树鞋子在那个位置，找了好久。满天找，这里一点关系也没有，都是庙的。这个妹子跑到这里跳河，可能是心里还是比较决绝的。他亲生之前应该跟他屋里人可能打过电话，不晓得他屋里人接没接。手机在这边。对。手机密码在哪儿？你这个地方。你咋搞的噻？找孩子啊？就这个的，赶紧救人！来，这个地方有根据试一下。他靠到那个位置了，他走下来，他不回运就这个多噻。找个皮的。这个地方最少水深有2米多吧？往该边来。好了。人有发现吗？没什么反应了。没反应，赶紧捞上来。看岸边，看，快往边上，通过10几分钟的紧急打捞救援，我们将这个落水的女子打捞上来了。我们的民警呢，还是对她进行了一个复述的抢救。